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号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320个本土病例，到前补登来166例，另外增加21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已经也是无转好的趋势。台北市明仔载就要做第10级警戒演练，国文地也强调讲，对疫情做上歹的打算，就是上好的准备。指挥中心开放地方甲企业申请采购疫苗，福光山决定要捐50万吨的交生疫苗给中央，国泰民业打算要买上海复兴的 BNT 疫苗。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新增加320个本土病例，到前补登来166例，另外增加21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虽然到前补登来数量有咧减少，不过湘北以外县市染病人数却是咧增加，疫情也是无转好的趋势。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拜六、日到新增加320例本土个案，另外有校正回归个案166例，分别是90例男性、76例女性。综合所有本土个案内底，以新北市224例是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168例，台中市33例，桃园市19例，基隆市14例，台东县、宜兰县各5例。花莲县、嘉义县各4例，苗栗县是3例，新竹县甲彰化县各2例，云林县、高雄市甲新竹市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湘北以外各县市的接触者传染变较多，到境了后的确诊数也是偏低，无急速恶化，不过也有看到改善的效果。从这2个热区里面出来的渐渐形成的这个应该是说的再感染了从原来的里面在他接触者的一个传染现在也是从那变得比较多。确诊的人数增加，死亡的比例也搁再创下一天内底新高，新增加21例死亡的个案，分别是男性13个，女性8个，其中18个有慢性的病史，总计全台湾已经有99例死亡。在家中死亡有3例，比如说旅馆这边死亡，那他后续报到我们从这边报到这个卫生局，卫生局再填报回来的资讯，那就是会有一些落差。对着本土疫情爆出来，外团技术检疫期限放宽为3+10是疫情的破口。但市长表示，这个会议副指挥官陈宗干并无参加，最后政就是家己来定案，也绝对无立委来介入。所有的这些相关在指挥中心的政策，那都是由我来负责。那至于大家常常在讲说，相关的公听会会有立委来介入这事情，没有，从来没有接过这些立委的电话。而在地校长管中斌伫面册发文表示，愿意提供校内 PCR 设备加 P2 实验室到立防疫工作。对此，指挥中心讲，初步检视台大受病院有做过动物方面的检体，希望若符合规定，就是斗3天分担一部分的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本土疫情食力，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台北市府明仔载就要做第10级警戒演练，国文地也强调讲，做上歹的打算就是上好的准备。若针对台北市的病床数量，国文地今仔日是搁请卫福部处长赵宗良，毋若干那会晓坐踮办公室看报表。提出手帮，台北市长郭文地公布2月网咖快筛阳性率4.4%，是最近新嘅记录，显示网咖感染率有控制掉，也毋过确诊人数降未落来，主要原因是其他11个行政区也创着感染源。郭文地搁为空床数字再度降上中央，批评官员毋通借要坐伫办公室看报表。那目前的空床的情形呢？那么大概在双北地区有320间，那么床数是1500多。我如果今天还在台大当特批，你知道哦，施聪良还在急诊处当物业室，你知道？你敢讲那种干话，我早就经历就砸过去了，这是什么鬼扯？即马北市医疗量能有够阴用，郭文地表示，目前看袂到救护车载送患者伫市区西，客观急诊室外口的画面。北市5月17原本有660床，2礼拜了后床数翻倍，有计31病床数量达到1333床。目前台北着病人数超过2000人，已经是重灾区。30尾展开4级封城病对郭文地表示，要做上歹打算、上好准备。如果大家控制好，是可以慢慢压下去的，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就每个地方有时候会，因为显然现在这个疫情已经在台湾各地都有潜藏的这种感染源。交通的管制的范围、方法以及它的这个程度等等的因应，民生物资如何来配给，如何来这个供给，这是大家都关心的第2个议题。
第三个当然是随着疫情的扩大，那么医疗量能的如何扩充。郭文德强调，要做好两项准备，分别是疫情失控的防城计划，甲当疫情控制条要进行普遍战。郭文德讲，疫苗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后礼拜会阁申请配发6万吨的疫苗，将对中央拍算提悬纾困预算6300亿。郭文德讲，不如抽1/10的钱买国际认证的疫苗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已经滚假，直直传出要封城的消息。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已经在做第10级警戒演练，随时会当配合中央的政策。另外，也公布第10级警戒6项措施，包括全面停班停课、停止所有的聚会活动等等。不过，侯友宜也强调讲，只要市民做好防疫的措施，防疫警戒就无一定会升关到第10级。新北市本土疫情真严重，离岛新增加224例，总病例数超过3000例，是不是升级到4级的警戒，引起民众的关心。市府早起找来各局处首长来开会，搁在盘点去年并期推演演练的相关内容。下晡在记者会公布4级的警戒6大执行的做法，包含全面停班停课、停止所有聚会活动、惠民省甲卫生行业停止营业、大众交通过度运输、管制民众活动范围甲时间等等在做法。现在停班，中央我相信也有一些停班的措施跟思考，这个静待中央的下令，让整个交通运输到低度的活动到底有多少量，都已经准备好了。侯友宜表示，这阵的疫区防疫中心就是伫为升4级做准备。除了这阵14区的演练，未来嘛要扩充到29区演练，嘛要采北部区域联合方式来进行。而什么时阵来启动升级？侯友宜强调，一切都由中央统筹指挥，就等中央来下令。整个实验区是在里面做成以后，我们会跟台北市、跟其他各县市一起来做好协调联系的区域联防的执行。让中央统筹命令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好。至于什么时间要做，这应该要由中央，它有一个指引。侯友宜表示，这阵是关键的时刻，即要落实强化3级的警戒，就无一定要行到4级。所以讲，最近真接到传统的市场甲卖场这所在视察，呼吁市民减少采买。第一厝若是无多甲厝外地人保持社交距离，就要挂嘴安。另外，也公开向外界来征求合法合格管道，市府愿意配合来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各地疫情状况。伫家人头一摆出现死亡病例，两个往生者拢是70多岁男性。家人市长林佑昌今仔日也公布3个确诊者的活动行踪，其中一人是家人海关的员工，目前已经靠4个接触者爱居家隔离。贵人的疫情一直拖，市长林佑昌离到公布确诊者卡列，案例6171是20多岁女性，在台北金融机构上班，每工坐台铁区间车来回贵人甲南港，也北到全联甲宠物店来消费。案例6217是50多岁，北到爱买消费。而案例6630是50多岁女性，一家4个人确诊，伊也尽管是坐台铁来回台北甲贵人。特别注意的是，贵人头一摆突然出死亡的病例，两名死者拢是70多岁男性。6629的老公先生，那是6630跟6632案的父亲。那也是因为收治之后呢，病情一直不稳定。那在5月28日恶化身亡。这是我们基隆市首次有这个身亡的一个案例哈。外界关心贵人市场的营业状况，林佑昌表示，这阵有7处市场维持营业，部分的市场因为有确诊者的卡列伫休市，包含安乐市场、成功市场、北斗鱼市，有加6家来恢复营业。为了避免户外市场真侪防疫破空，林佑昌提出6项管理的做法，严格控管人流来出入。原本在路中间摆摊的这些摊位呢，一律通通禁止设摊。来降低整个传统市场的一个密度。有人把口罩拉到下巴来吸烟、抽烟3分钟。那现在是防疫为重那依传染病防治法可以罚3000到15000另外，贵人馆传出一名女官员去挖掉，关务署证实，这个官员27 PCR 核酸检测是确诊，伊无接触到报关行业的业者抑个民众，而且对2日开始就玻璃界海港大楼，也列出4名接触者伫厝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今仔日增加19例本土病例，其中有1个清洁队队员的亲友染病。另外，台北市政府明仔载要做第10级警戒演练，
汤市长郑文灿表示，未来防疫警戒若准备升悬到第4级，会利用早来规划演练，除了会封锁交通，也会限制民众出外。现在执行防疫消毒工作，消毒继续一直进行。新增卡热有卖场超市目镜行，汤圆离岛增加19例本土确诊，其中杨梅区一群仔增加5例，有4例是属于共一个家庭群组。长者是已经确诊，他的一家7口都匡列。那今天有4位确诊。鼓山区清洁中队有3个队部中有1个队部已经知影3名队员确诊，全部日伫厝隔离停止上班。离岛阁新增1名亲友确诊，拢总4个确诊。市府请民众放心，鼓山本社清运由其他分队支援，无受影响。那鼓山区也将进行全面大消毒。那目前扩大裁减的人数到188位，那么扩大居家隔离到85位，那目前还有50位PCR 的裁减会在今天晚上出炉。市长郑文灿强调，一发现确诊者，就扩大采检、扩大隔离，衍生出来的第2轮、第3轮传播，基本上拢伫可控范围内。未来假如有可能提升到第4级。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进行这个规划，那么也会进行所谓的兵推演练，居家令如何执行。郑文灿表示，居家令不只是有交通封锁，也包括必要的卫生系统，像病院、药局、超市。居家令期间，外出时间甲次数要限制，会量早规划完成。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到中南部，台中今仔日一下增加33例，其中1人是台中市警察局保安大队的警察，伊的后生也伫同一天确诊，这也是台中第1个警察确诊的案例。台中市府表示，家庭群组感染的比例占约3成，目前总共有4个家庭群组的传播链。另外，彰化今仔日增加2例本土，居家隔离的人数剩无1000人。卫生局表示，这是真好的消息。环保局人员到台中市警察局来进行消毒，因为1名保安大队的内勤的女警察确诊去画到，这是台中市头一桩警察的确诊个案。你的后生是利用违业负责人找囝男朋友，也是新的确诊个案。警察局在今天有1名确诊的个案就是刚刚讲的编号7817。那这位同仁她是我们保安大队的承办业务的内勤女警。包含拜五已经提早公布的无案后个案，台中市离岛1日新增加33个本土的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一天内底上多。其中探子利用违业传播链，包含女警察加女警察的后生，总共新增加10例，总计已经有11例。台中市府分析，台中市的感染途径、家庭互相相互传染是不离关的情形。从我们台中市目前确诊的案例看起来，除了美乐蒂 KTV。还有泰安妇幼群聚感染的事件以外，我们发现家庭群聚竟然是台中市主要传染的途径。老秀妍表示，包含利用违业、东区、北屯，也有丰原这4个家庭互相相会确诊者已经有32人，占总确诊数将近3成。所以市府建议民众伫厝也挂喙安，避免到店食物件。彰化县拜六的确诊数受明显的下降，就有2个新的个案。就是刮痧家属的一个居家隔离当中发病的另外个案就是我们昨天讲过跟北部的朋友到台中去那在这个聚会当中感染了，那回来呢，他的家人也是被传染发病。彰化县府统计，全县自厝隔离者已经降到1000人以下，也甘被认为是彰化疫情的正面的信号。另外，表里县有3名确诊个案，其中2个人是和带到店的人画到的。新增加的3案，即阵总共列出65名接触者。离婚姻的新确诊个案是1案，是1名科技公司的护理和老母画到的。即阵已经列出13个人自厝隔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凤山的交警群组感染案是搁加1个，目前已经扣699个接触者。卫生局甲警方近日赶紧比对无共交警之间的交流状况。另外，嘉义县今仔日增加4例是即8兄弟3个人泡茶时阵群组感染，其中1人搁为何因后生。另外，台东太麻里8人贩毒案搁加5例，那花莲增加4例，拢是捌去北部旅游或者是有接触史了后搁为何出来啦？
检定卫生所头前经大户布棚甲快速检查站，疫情还未落来，高雄市府决定新增加10个社区快速检查站，有双北旅游署，也佮有伫肉出馆斗阵拍肉出的民众，会使甲卫生所有约来检查。因为高雄离岛佮新增加一个红山的教场互相烧话感染个案，已经有14人确诊，卫生局扩大采检的人数也增加到699人。既有的这17位排友的一个交叉比对当中，又新发掘了3位的这个个案。那这3位的个案，其中我们也针对这些进行疫调。那包含这位个案7810。台东离岛新增加5例，是一天内底上多，拢是15太麻里林家小馆新厝落成，请人客8人互相烧话验性个案，5个人拢是金峰人，总计确诊11例。太麻里乡、金峰乡的案例大概都跟林家小馆有关哦，有侄女、有女儿、有同住者哈，所以目前因为林家小馆而确诊的案例有达到10例。花莲是增加4例加1例，新增加4例，分别都有北部旅游署也是接触史，1例也无暗号，是新增加案例有北部旅游署的案例7675小弟。另外新增加案例内底有2例是天佑无行的母仔囝，敢若接触北部的批发商去画掉，而且母行无落实实名制，官府决定公布店名。20之前，甚至如5月10号，你往前推、往后推，曾经到这个天佑茂行。你有进出，但是并没有做好10连制的，要做相关的稽核就有困难。嘉义县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是家族7伯兄弟泡茶烧话，其中1个人搁话互后生。即阵真侪案例是家族也是亲戚朋友的互相烧话。高雄市长陈其迈呼吁，对北部回乡民众上好伫咧厝也挂喙安，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AM 新闻为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320个本土病例，也有9症报转来166例，其中新北市有224例，台北市168例，台中市33例，桃园市19例，基隆市14例，台东、宜兰拢是5例，花莲县、嘉义县拢加4例，苗栗县3例，新竹县甲彰化县拢加2例，云林、高雄甲新竹市拢加1例，另外死亡个案增加21例。目前全台湾计共有7806例，本土病例已经有6620例。指挥中心开放地方政府甲企业提出采购国外疫苗的申请，宗教团体国际护工会也已经提出申请，决定要捐50万吨的美国胶生疫苗。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也打算要买上海复兴的 BNT 疫苗来捐予政府。指挥中心除了表达感谢，也强调讲疫苗的采购也是爱交予中央来划盘。要阻止新冠疫情，目前只有注疫苗。宗教团体国际护工会已经发文予疾管署甲食药署，要捐50万吨美国胶生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有意引进上海复兴 BNT 疫苗，捐予政府。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表达感谢，也毋过强调买疫苗需要由中央控管统筹执行。好，那我们谢谢这些热心的团体。好，那不过也提醒哈，这整体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不管是代理来申请之后，好，那还是要由中央政府哈，由中央政府跟原厂来签约采购，哈，那中央政府来统筹分配执行。那真侪企业团体想要家己买疫苗，连部分县市政府也开始用行动向中央提出申请计划。也毋过指挥中心强调，要由中央统筹，搁进一步解释。关注接触对象拢是国家，而且运送过程包括冷链条件加品质也是重点。烦恼运送过程转一手也是加转2手，将影响品质。它在整个运送过程多转1手、多转2手，这里面都有可能造成品质方面没有把握能够确保这里面品质的条件。原厂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基本上他们并不会卖给这些的其他的这些的中介的厂商。但是中补充，企业提出文件流程，互政府审查签约，政府也有买疫苗的钱。感谢各界有管道做媒合，不过刷落来都是政府爱做的代志，包括出钱甲订契约，才会当确定照进规则，安全性才有保障。另外，苏门校长校长刘华中29日也宣布，已经透过台商甲中国朋友捐赠处理第一批德国 BNT 疫苗500万吨，甲中国国药疫苗500万吨，互由中央发放通行证。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上新的研究，新冠病毒除了会当透过嘴换手或者是接触来卫病，结婚的时阵分出来烟也是主要的传染方式。医师表示，结婚的中年男性是高风险族群，患着新冠肺炎的重症比率比一般人是搁加2倍。就惊疫情继续拖，各县市政府加强巡逻，掠无挂嘴暗的人。不过，要是有人伫咧外口食薰，当时基金会表示，这一礼拜办公室的电话是亮袂停，拢是民众卡来申诉的。不管是咧筛检的所在、病院的外口，甚至讲咱去补充民生用品出来外口，阁有2-3个人、真2个人伫遐讲话食薰。所以做侪民众打电话讲，看有啥物办法，好叫这家食薰的人，敢袂当这段时间你莫食薰，你用这段时间解薰，你早晚爱解薰嘛。去年全球爆发 COVID-19 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底官方网站的文章就写到，因为疫情，全世界已经有几啊百万食薰的人决定要解薰。WHO 即摆也成立组织，配合社区辅助系统，估计协助至少1亿人解薰。医生是提醒，薰草喷出来的烟，因为空气粒仔较幼，黏着病毒会传5公尺，比喙烂佫较远，传播病毒的风险真悬。电室温有比迄个 PM2.5更较水的迄个威力，所以以迄个气溶胶的迄个传播期，一旦迄个传脱分的迄个粒子个水飞啊过啊远啊，伊会使到5公尺。医生表示，食薰的人为着新冠肺炎真做重症的风险，比一般人加出2倍。住院治疗了后，病情恶化的风险也会增加14倍。其中中年人是高风险族群，就要特别注意。记者洪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29度，中部地区26度到29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外岛地区21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